今日係9日敬禮之中嘅第9日，喺迦勒嘅一個婚宴上邊，主人家已經用盡咗可以飲用嘅酒啦。喺當時嚟講，呢個係主人家一件難堪嘅事情，而聖母瑪利亞就係第一個發現呢個問題嘅人。佢主動伸出援手，立即向耶穌報告：他們沒有酒了。並且對僕人講：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做什麼。從呢2句話之中，流露咗聖母瑪利亞對於耶穌基督嘅信賴，亦都彰顯咗佢對新婚夫婦嘅關懷。最後，耶穌就行咗變水為酒嘅第一個奇蹟，亦都解除咗主人家嘅尷尬。呢一切都係源自於聖母觀察入微，主動幫助別人嘅行動。所以喺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可以學習聖母瑪利亞觀察入微嘅德行，去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。我哋而家一齊祈禱啦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滿被聖寵者，主與你佳言，女中以為讚美，以胎子耶穌並為讚美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為我等罪人，今祈天主，及我等死後，阿們。聖母進教之佑，為我等祈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